呢，就知道我们现在在为圣诞节准备最新的 MV。当然，这也是我们2015年最后一支 MV。2015年呢，也即将结束了。在这一年里，我收获非常多，收获非常多，经历了很多酸甜苦辣，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无论是唱歌跳舞，各种练习啊，跑通告啊，是为了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S3G，也是为了一直支持我们的粉丝。我一直相信最好的正在到来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加油努力，更加努力，然后让大家看到更好的我。最后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元旦快乐，圣诞快乐！重要的事情要说3遍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元旦快乐，圣诞快乐！